好来，今仔日是这个第5轮注预防射的头一天，这届做的是莫德纳。 总共有53万5千人注文成功，包括第1类到第3类，到有新的太太要来注第2剂，以及65岁以上到53岁以上的第9类的民众要来注第1剂。早起到注射站注射的民众拢讲真幸运，会当注文到莫德纳。也毋过等即届第5轮的莫德纳注完了后，疫苗就无啥剩咯。目前伫个意愿登记平台，也阁有400万的民众，唯一的选择就是莫德纳。 恐惊暂时无得注咯。第5轮的预防射开始注，即摆注的是莫德纳，民众真欢喜。9点才开始注的注射站，透早就有民众来排列啦。莫德纳，很难得，不容易排到，8点就来了。打完之后不可以揉。为门诊注射到观察。 差不多40分钟就完成。这摆注的资格包括第1类到第3类，甲有新注完第1剂莫德纳人，准备要注第2剂的人，以及65岁以上的老大人，还佫有53岁以上第9类准备要注第1剂的人，总共有53万5千人。今天有1400个这个预约者在进来说要查核一下，我们还没有就是说开放所谓的1、2、3类的都可以混打，我们现在只开放。 1类的这个专责病房，有慢性病，怕 AD 那时候没问医生，所以说 AD 不敢打，然后就一直等到现在才打到莫德纳。我也有预约高端，那我儿子是说有就先打。 无毋对，因为台湾的疫苗无够用，国内莫德纳疫苗总数剩差不多72万9千剂，驻院医护人员甲保留好专职病房医护人员总共7万7千剂，再加上第5轮注了后，国内莫德纳疫苗只剩11万7千剂。因为坚持要注莫德纳，要差不多400万人。8月15号之后的台湾我们的疫苗可能就是。 目前还没有看到有会来的一个情况，所以可能会有几天疫苗会有所谓短缺的状况。后日批无论是 AZ 还是莫德纳疫苗，什么时阵会到，无人知。只有中心拍算讲，真正若无够，第6轮会用国产的疫苗来补。